山路弯弯。看你安尼风景的时间呢，你是做咧感受到山都尤其你客家庄非常纯洁、恬静、和平的这样的感觉。水黑层山就强，天生天有。我细细时间是在北部人出世，时常到山东去了。长长的路可以沿屯地，就个到当到空气非常的新鲜山对客家人来讲呢，是一个生活的重点，有情态意义。我画的作品呢，大部分老山有关的，当简单的欣赏来去做出来，因为山也简单的有动多的可能性。做山的时间，我是为了人行过的路啦，或者是阶梯，本人感觉到有人在山度这种感觉。希望人到台时间是涌到乡下。一条落山的边，总是故乡。感受台三线上的质朴美学。